来看台南林德区太子庙的公车站哦，红乌白话，佮写永远怀念这4个字，那亲像咧办丧事，互乘客是看甲真无爽快。台南市公园处嘛已经甲道路清掉了，嘛呼吁讲这款行为违反社违法，是当罚3000块。公车站互人用太布搭条咧，单车的民众感觉怪怪，毋过嘛无加问。伫咧台南林德区太子庙的这个公车站，最近去互清洁队员发现，才互人乌白乱做，用喷漆画出个别色的微商，顶头搁写永远怀念，互人看到心惊惊。遮有一个，迄种人咧丧事的，迄种一个头的，喷漆的，嘿怪怪啊！我都传信息给因讲怪怪啊咧。会让大家会有吓到，如果晚上公车亭这样亮着，突然看到，也会这样吓一跳。好像在悼念那些亡者啊，对，所以有点在诅咒人啊。民众反映互民代，阁先用太布甲搭起来，较袂去甲人惊到。因若民代到现场会勘了后，嘛感觉看起来是真眼药，要求追查是啥人咧变鬼变怪，嘛呼吁交通局着爱重视公共设施的维护甲管理。对此，公园处是表示，收到消息了后，就随派人去清除。民众看到的观感也不好，而且毛毛的。其实是，涂鸦其实是一种艺术啦，在卖大街的公共的这种设施上或许会比较好一些。针对民众这个涂鸦的这个行为，非常不可取，破坏公物，而且影响大家使用的权利，并且已经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，可以处3000元的罚款。公园处强调，台南市单车的设施拢有分区交予外包的厂商来维护。不过全市有超过4000搭，差不多半年才会当顺一改。民众若是有发现设施受到破坏，会当先通报1999来处理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